咁今日港股升咗553點，去到25,301點呢，係創咗近期新高。咁呢個呢，就同咗我之前嘅睇法呢有啲出入，因為其實我本人呢都希望借住呢上個禮拜個市就出現咗回落嗰陣時呢，可以跌深些少先至買貨。咁啊而家唔係啦，變咗呢。今日晏晝有啲客之前沽咗貨呢，就變咗打和，甚至根本呢貴些少買翻咁樣。咁我覺得都無傷大雅嘅，因為要諗即係睇，尤其是睇一樣嘢或者即係作出一個決定，咁都係回報同風險係已經考慮咗先嘅。咁啊，只不過好唔好彩，唔係開咗如意算盤，而係即係同自己睇法有啲出入呢。咁啊，跟住焗住買啦，咁啊。變咗買翻貴咗少少貨咯，即係就唔同話一路直揸，就算啱啱上個禮拜調整都唔放呢，咁啊唔需要無啦啦要俾多些少錢。咁但係呢樣嘢可以當話嗰筆費用呢，就買個保險啦。因為嗰一刻仲記得，如果夾硬有啲雜音去到諗呢，就係講緊內地嗰陣時呢，就有講過8月份個新增貸款呢係有些少回落嘅。咁啊同埋個央行啦，咁啊都不時咧做翻個正回購嘅動作啊，咁你都會即係驚話究竟個港股升咗咁多個月，究竟會唔會做翻個調整？咁喺翻9月份，咁如果係的話咧，可以好深噶嘛。咁啊，但係其實整體都係向好為主咁睇。咁而家咧就反而唔係喎，仲連搭倉都夾埋。之前係話建議走貨嘅，好似啲貨就俾咗佢咁樣。咁冇所謂嘅，都已經知道，既然係咁樣做法的話，咁啊再重新部署過咯。咁但係我又發現呢，唔係大家想象中呢，即係我驚以為呢，大家認為哇成500幾點你 miss 咗喎，咁啊會唔會蝕底啊咁樣？其實就唔係，因為呢，如果你除非真係嚟話，你係以買盈富基金咁計咧，你係跟個指數咁走，又或者係由始至終你都係以中移動941做一個投資嘅對象呢，喺呢一個咁嘅升浪呢，咁望到個市落嗰陣時沽咗貨再去追呢，呢下就真係會好傷，因為而家中移動都講緊100幾蚊咁樣啊，之前回吐嗰陣時係落翻去96成5、6蚊嘅差價，你要去追。但喺晏晝呢，我喺我灣本大師裏邊嗰個即市攻略呢，都提過大家，其實呢一刻嗰啲內銀咧都幾直博下嘅，因為前期咧好有趣喎，個市無啦升到半路中途咧，見到呢一紮內銀咧，甚至內險咧個回吐幅度咧都幾驚人下嘅，就跌翻去7月中嘅低位。咁啊，好啦，而家望翻今日個市升成起初都300零400幾啦，到最後嗰500咧，呢紮股份咧喺個低位反彈，見到都幾硬淨。咁啊，會唔會佢個中期嗰個走勢呢？中資金融類股份係會以一個大型嘅上下嘅波幅嚟到運行。咁而呢一刻呢，咁啱咁巧呢，就係佢哋喺嗰個下低個區域嘅接近個低位處。咁啊，所以其實買落呢，又唔覺得太過蝕張啊。咁啊，當然啦，但係前提就係、早前記得我都成日講話要跟紅頂白啊嘛，咁以你今日睇翻個市，仲要個成交配合呢，成959億全日成交，升咗成500幾點呢，係真係有一錢再湧入個市場度嘅。咁其實同一情況呢，喺內地個股市呢，都係有咁嘅表現啊。咁佢哋都講翻今日內地升市呢，都係有放量嘅跡象嘅，即係有成交配合。咁啊，若然係咁呢，又可以即係將嗰個跟紅頂白嗰種形式呢，即係專係揀啲強勢股落手呢，就可以即係放鬆些少，望下有啲股份可能債加依調整，不過調得好深，但係話晒個低位又唔係創新低呢。只不過嚟頭先所講啲內銀係去翻7月中低位，但係起碼冇理由話跌穿7月中再之前啲更低嘅低位。咁我覺得呢啲股份可以值得睺下喎。咁所以嚟緊呢，
即係就算起碼講緊聽日嗰份申報呢，我自己喺專欄都係會提供啲內銀股呢俾大家參考嘅。